得兩星啫。你嚟到香港九龍嘅星界，第一星就係海，第二星就係陸，第三星先至係空，飛機啊！得兩星嘅兩聲啫，第三星係空，飛機聲。兩秘密喺類似講嘢啦，放晒兩秘密俾男人聽，你唔知男人嘅秘密噶嘛？兩秘密要男廁講嘢噶。邊條橋咁老啊？邊鬼個要你啊？嗲聲嗲氣得標橋老齡。標聲標橋啊！呢個都話有選香港小姐，冇選香港先生，所以你一講嘅喺廁所講嘅。睇兩秘密幾多？一眼睇晒兩秘密。翻到上慈雲山買對拖鞋都冇得買啊！係啦，1983年7月7日呀，啟德翻工就係呢兩個人傾偈啊，話分山翻深圳打針啊。其實中學1年班已經全部翻去深圳，男人好，男仔好，女仔好，已經全部翻去深圳打針。嗰時冇兩個人傾偈。